台北大桥顶有一间1930年起的颐和台商行，旧厝是保存了真好。苏宽林今年甲旧厝提上文字诚意，文字大会7摆一通过，嘛真做是大桥顶第100间的历史建筑。这是土块啊。 哦，所以这个土角，土角。内里的外石楼梯、土砖啊，甲有壁路，拢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建材。这是台北大桥顶颐和泰商行，因为甲日本时代建筑技术甲艺术价值保留了真好，所有权人伫咧今年提上台北市文化局的文资升级，咧30通过文资大会，摕到历史建筑的文资身份，是大桥顶第100个历史建筑。大稻埕著名的米商陈德贵先生在1920年到1930年间创建的。那陈德贵先生他跟邻近的庄义芳商行经营者庄惠玉，还有郭益美商行经营者郭乌龙，他们3个都是当地的富商。那当地人也称他们为三仙。这栋建物起自1930年代，原厝主陈德贵是大桥顶的米商，目前大桥顶颐和泰商行的负责人陈明忠，伊讲家己自细汉伫咧大桥顶大汉，真介意日本时代建筑，为着要保留囡仔时代记忆，已经向所有权人说出10几档啊。这届颐和泰商行摕到文资身份，伊嘛感觉真欢喜。以前台湾无这种建材是拢进口的，所以去市政府选到，这嘛算好啦。哎呀，无你若讲掉是都无当看到迄个历史啊。啊，后壁都是土角厝，头前是洋房。这栋颐和泰商行对1930年代日本时代到呾，见证大桥顶的繁华甲历史。台北市文化局指出，目前大桥顶拢总有11个古迹、100个历史建筑，为着要让历史建物拢得到真好的照顾甲维护，文化局嘛鼓励民众来申请文资，有税务减免甲修复的补助。记者陈阿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